后来即马有真侪民众出门要找路，拢是看 Google 的地图，其中用这个加景的功能找路更加方便。啊，讲民众透过地图要来找新竹孔庙的广场，想袂到竟然扑出一粒龙头，看着真恐怖。有人推测可能是摄影技术，也或是设备的问题。想要去的所在安怎去？手机啊拍开，Google 地图是咱出门载歌上利便的工具。是讲太查咧，雄雄爆出一粒龙头咧。民众伫社群平台发文章，讲想要去新竹孔子庙广场参加活动，拍开地图要找路，雄雄看到一粒龙头，真正惊到人。我吓一跳啊！怎么就半颗头在空中这样？唔知人会惊，会惊啦。阮这是袂啦，阮食阮知影。这个画面，就是新竹市孔庙广场，未少活动拢会伫遐办，是未少人放假去佚佗好所在。严格伫广场活动，适逢迄一笔记录景致，佮翕甲遮尔惊人，附近的民众是安尼讲的。我会觉得有点诡异，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拍的？应该是他摄影机的问题。创作人员实际走访，记录各地景色，除了一步一卡印，也有加警车。万有民众伫高雄查地图，拍开看，竟然是车祸现场。原来这台加警车当时出车祸，也不因为无想到摄影机，才能看到这个特殊的风景。加警服务上山下海，方便咱的日常生活。是讲伫咧记录景致的同时，难免会出一寡小状况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